迎收看《公园到邓来 Plus。其实哦，恁有一段故事对无？较无遐有话讲。一个遐大声，一个佫唔惊咧，就起动啊咋？哎呀，妈妈目眶红啊，妈妈抱一个啦。你袂使哭呢。欢喜的目屎啊，因为即摆拢足好诶。啊，听讲今日的幸福咧，嘛是规家伙啊，要互妈妈一个好心对无？妈妈旧年去做迄个膝盖人工关节，对，然后因为伊食消炎药啊，拢会过敏，买一个按摩机会使按摩伊的骹。你有信心吗？这个挑战的任务哦，就需要参赛者家己把这个杯啊贴起来。会使会使会使。会使。以前安怎拢无要紧啊，即马你上来人就惊就好啊。下讲吼，道理哈，我伫招的吼，迄时阵我输1-2000万。阮大人甲我赶出去，啊，伊去救的啦。袂啦，我即马正常啊，我会好好啊拍拼。无简单呐！啊，今日的幸福咧，嘛是太太为你设计。是支吉他，伊教我耍音乐的时阵啊，嘿，因为这几年都是因为这个代志操烦，所以就拢无咧耍音乐。这无简单呢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4、3、2、1，恭喜过关！不管人生的路有偌哩遮歹行，我会真心牵你的手，斗阵行。这个礼物啦，算一个查甫人欠一个太太主要的一个礼物。你无任何要求，就嫁予我。所以今日我想要亲手帮你戴这个头纱。爸爸加油！各位同学go！这遐尼大心的爸爸，今日准备这个 surprise， 啊你即马有啥物心情？安尼一路行到即马，就是伊有法度接受我的脾气，因为伊原本脾气就足歹的，所以若是无伊的话，可能我就无法度行到即马。希望经过今日的这个过程，会当互恁未来的路愈行愈顺，啊，愈来愈幸福。一下就可以成功了！哇！豆豆来啊，妹妹，加油加油！哇，想到要安尼？我给伊下咒语。来！哇！过关啦！莫放水啦，我要靠我家己的实力。加油！加油！1000块红包！恭喜恭喜！9月25去过，大礼拜四暗时8点，公园到邓来 Plus，等你来挑战。